入住西貢 WM Hotel， 購買咗酒店早鳥自助晚餐，喺西貢海邊附近呢，悄悄度過2025。晚飯之後，到處周圍走下，享受酒店嘅舒適嘅房間。早上 check out 之後，去久違嘅西貢碼頭走走。究竟西貢碼頭有幾熱鬧呢？由元朗出發呢，我哋坐 269D 去到沙田市中心嘅巴士站，轉 299X 到 WM Hotel。喺西貢總站前一個站落車，車程需時，但係都好方便啊！輪椅可以由車路進入係大堂。聖誕裝飾增添咗節日嘅氣氛。喺呢度望出去係一個小型嘅婚禮場所，有新人係正喺度拍攝留念。大堂相當之寬敞，周圍都係落地玻璃，充足嘅採光令到室內倍添溫暖。聖誕嘅擺設也相當嘅高貴優雅。check in 好快就搞掂啦。呢度住宿係有3部分，有山寓、海寓同埋天寓。我哋嘅房間喺海寓，走廊嘅色調高雅，設施相當之現代化。喺酒店吃完自助晚餐之後呢，我哋就周圍走走。酒店旁邊呢係燈火通明，原來呢係一個燒烤場喺嗰度，都有唔少人喺度度過2025最後一個晚上啊！裝飾佈置都好有氣氛。喺海邊燒烤，空氣好又清涼。沿海邊向西貢碼頭走，路上行人唔係好多。飯後海邊寧靜嘅散步，感覺非常之好。碼頭周圍都好清靜，只有少許人。我哋兩個都走到附近嘅七仔買聽日嘅早餐。早上食少少，享受下房間露台嘅設施。前面係海鮮檔，好靜，冇乜人。12點 check out 之後，我哋沿住西貢嘅海邊漫步，海濱景色清新亮麗。人明顯係比昨晚係多。昨日我哋見到呢個草地上邊有2大堆嘅青年人喺度圍坐閒談。你睇下海面裏面見到啲游水愛好者喺度游冬泳，遠處見到遊艇，同埋有人喺度玩風帆。喺平靜祥和嘅正午，見有放風箏嘅愛好者，為休閒舒適嘅海濱增添咗唔少嘅新氣。退休人士以放風箏嚟寓己悅人，實在係一樂也。風箏係喺空中飄揚，吸引咗唔少嘅遊人停低腳步嚟欣賞。再往前向住碼頭走，睇見一大堆嘅白色帳篷，係擺賣一啲物品嘅檔攤，大多數都係自家製作嘅手工藝。昨晚冷清寂靜嘅碼頭，今午就變得熱鬧多人啦。碼頭兩側有唔少嘅艇仔喺度販賣海鮮喎。
碼頭對面呢係一個新嘅公眾碼頭，有唔少嘅人係前嚟買新鮮嘅海鮮嘅。蝦子餅話價錢呢就一般，唔算太貴，相信勝在夠新鮮，係海魚嘛。碼頭仲有數檔嘅兜售環島遊嘅售票處，睇嚟價錢係唔太貴。碼頭對面呢係西貢海濱公園，公園裏面嘅呢個紙船嘅擺設，喚起唔少香港人嘅回憶喎。一路走，見到一啲嘅攤檔，有炒栗子啦、煨番薯，仲有一啲嘅乾貨檔，人似乎越嚟越多。走到係海鮮嘅店鋪，有好多人喺度飲早茶、食點心。附近嘅餐廳本來係想試試嘅，款式都多啊，但係排隊嘅人都仲多。你睇下呢一個買菠蘿包嘅店鋪，我哋行完返嚟都係咁多人喺度。我哋走到海鮮街，呢度有好多人喺度食海鮮。海鮮街右邊嘅村屋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店鋪，村屋地下做生意，樓上就係住宅。到西貢不妨嚟呢度逛下，啲餐廳都好有特色，見有唔少人喺度幫襯。最後午餐我哋揀咗一間越南嘅粉店，我哋兩個都係唔係好欣賞，所以冇拍攝介紹。最後我哋走到呢間買芝士嘅店鋪，買咗火鍋芝士同埋羊奶特濃芝士。而家未食啊，食過之後好嘅再出片介紹。記住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。酒店嘅設施係相當好啊！一進入房間呢，我哋就讚嘆不已啦。隨即呢就走到露台睇下，冇遇到係可以睇到海景嘅，但係知道係有露台，有海景嘅應該貴好多。喺呢度往上望，我哋見到天台上邊呢係有帳篷，仲見到啲外國人出入，都唔錯啊！唔知價錢點呢？呢個位置可以遠望到海景 ，so good。房間裏邊係有小書台啦，空間相當理想，可以兩邊落床，仲有張舒適凳。洗手間空間都好好，有浴缸有花灑。洗手盆喺外邊，呢種設計好好用啊！洗手盆上邊嘅鏡係有多種用途㗎，可以睇時間同埋溫度咁樣。呢個係濾水器，有基本嘅梳洗用品。呢個小型雪櫃裏邊有4罐免費嘅飲品，仲有靚咖啡添。
環境設施超舒適哦。酒店都有啲兒童嘅玩樂設施，健身室都幾大㗎，仲有一個小賣部。我哋食自助晚餐嘅地方都好舒服㗎，落地玻璃讓到室內同埋室外都連成一體，外面可以提供一啲養寵物人士係用餐。餐廳旁邊就係小禮堂。如果想睇海景呢，旁邊係有通道，隨時可以進出。呢度嘅設施街環境寧靜，的確係洗滌心靈嘅好去處。好開心能夠喺呢度度過2025最後一個晚上。